这大家平安，咱做起哩彼此来祝福，上帝稳定教育你用彼此来祝福哦，彼此来祝福。咱要用这诗歌来学咱主咱的上帝哦，来，手招下者来。主你的慈爱比心更好，主你的慈爱比心更好，我要用水路来学你，你的慈爱比心更好，奉主的生命来甲你相守，奉主的生命来甲你相守，我要用水路来学你，奉主生命来甲你相守。搁一遍来，奉主的生命，奉主的生命来甲你相守，奉主的生命来甲你相守，我要用水路。感谢，足济通感谢，求上帝来赦免咱有意无意的过失吼，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咱开声来祈祷。感谢你主爱甲怜悯，互阮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来成做你的儿女，搁伫基督内底来收拾阮有阮的不满，求主你来赦免阮的过犯，啊搁也看得到阮无犯的罪恶，愿主信心来包扎阮，来赢过一切的甲试探，来救阮脱离一切的凶恶，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有一天我要活出荣耀主的生活。感谢阮的主，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你守住逐项好物，互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拢会赐福。所以阮也知影伫世上有劳苦重担，阮会因为阮的忧愁烦恼离开，也是甘在对你生气，求你来赦免，愿有意无意，愿暗前的过失，也帮助阮，互咱当来靠你你手的宝座前，用祈祷。感谢献祭来到你面前，得到你的感动。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辽法、尊大、能力、荣光、德性、威严，拢是你的。今仔日天顶地下，拢是你的。辽法、国也是你的。你是至权做万有的头，好嘢尊贵拢对你来，你来掌管万有。你的手有大权能、大贵力，互人尊大，互众人大贵力，拢出伫你的手。由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即马上要紧的是啥物？欠水啦吼，即个人无法度，只有需要上帝降落稳定的雨，也互咱看见吼，对方一直咧甲咱搅扰吼，讲几年要拍吼，求上帝来怜悯吼，怜悯遮个掌管的人吼，知影一切权柄尊大，拢是出伫上帝手头吼，互咱有平安，互咱伫伊的引传特别疫苗，互咱台湾也伫研发吼，望。国产的会通真紧出来，会通符合咱的需要。咱知影即摆 AZ 的疫苗嘛，有真侪开始有一寡遮无好的反应吼。咱求上帝来怜悯全人类啦，咱开声来祈祷，为着即个土地、即个国家来祈祷，开声来祈祷。
最后花你是阮的牧者，互阮无欠亏。你知阮的需要，你将日薪享受阮。你知阮目前欠亏才会水源，求你来帮助阮，拍开你的天窗，降落稳定的雨，润得这块土地。这个作物需要水，阮人需要水，这个工业经济需要水。阮看见台湾影响全世界，需要主你的怜悯，互阮无骄傲自大，互阮知影，因为一切拢是出自伊。连阮的平安、阮的国防，拢需要你的保护。阮无法度永远靠美国、靠其他强权的国家，只有你会通成做阮的保护者，脱离这个黑暗关系，也有这个凶恶的威胁，也互阮面对明仔载、面对未来。祝你互阮有好的这个疫苗会通帮助阮，只有你会通保护阮的平安。健康，愿主你所赐，互阮随时对你来学乐，然后阮的执政掌权的知影权柄拢是对你来，会通敬畏你，得到主你的保护看顾，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那要为着咱的身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伊实在当断咱的忧困，陪咱的苦痛，都是咱俩最受折磨，互上帝拍，可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咱得到医好。咱伫心心灵，咱伫婚姻感情、产业，咱伫咱的工作事业、囡仔的课业、这个智慧，咱甲人的中间的互动，亲子之间、翁仔某之间。同事之间，咱拢需要主的同在吼。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咱同工为着你来祈祷，你这个时阵就当徛起来，来通为着兄弟姊妹来守望来祈祷。咱特别为着顾村长老吼，伊伫拜一要做这明仔载要做绕道的手术吼。我讲你即马体会着耶稣受难伫迄个高别房咧等待吼。都是上帝的保守看顾，所以咱伫大道中间为着这个兄弟吼，因的需要来祈祷。咱如果有需要，你通徛起来，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你要将医治享受伫这个病痛的中间，因为你受逼迫，阮得到医好；你受刑罚，阮得到平安。你为着阮付上代价，所以阮有毋茫。阮欠亏你供应，阮迷路，你带阮倒转。你享受同样好美，互敬畏你的人。你也医治阮的伤心的人，会通得到安慰。愿主耶稣透过今仔日对主笑脸，安慰阮的心，你的心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互阮知影你的话，互阮有毋茫；互阮知影阮的亲人伫主你遐是不自卡好。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的守望祈祷，主的话安尼讲。主无眼前必所应允，亲像人有个看做眼前的，就是宽容你，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咱透过礼拜会通甲
上帝有好的一个连接交陪。主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的话诚做咱伫软弱中间的扶持甲困难，也透过追思，牧师会透过这信息的分享，互咱知影，咱要怎甲这位生命源头有好的连接，咱才袂过头的忧伤。咱也为着今仔日中秋会，咱有这个仪容牧区的亲子的活动，李干事的会议，咱即马有这个医疗的咨询到伫图书馆求助甲这个同工三甲同在。咱透过关怀协会关心伫隐性病院或者就医的微信的，也是讲这个患者，愿主来说互因透过疫情真紧的有真好得到控制，真紧的当伫遐有做真侪的服侍。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伫遮来祈祷来守望，为着牧师，为着遮每一位用同工的服侍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感谢俄罗你，你是阮的主，你伫礼拜中间来掌管，伫阮俄罗敬拜中间，你的宝座来设立，伫阮困求的中间看见你的天开，伫阮的祈求的中间领受你稳定的降落，让阮伫主你的话内底来得到自由，让阮看见阮会通成做上帝你是阮伫这个世代祝福的管道。伫礼拜中间，恬静阮的心，亲像落翕无溪水来翕无你的话。阮也要做伙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你的名，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定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有阮的人，无伫造阮入去去。求愿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囡仔着无担重大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歇。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歇，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兄弟姐妹，咱要搁一摆要来用咱的身躯，要来用咱的专心，要来学乐伫咧主伊的名。哈利路亚，和散那，哈利路亚，和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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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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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弟姊妹，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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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楼的兄弟姊妹，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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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咱做伙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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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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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来祈祷，我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路，带你走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你的心，你的心，你的灵，你的酸痛无奈拢，予上帝，予伊来医治你，不管苦，不管苦，伊的问题甲照顾，一生一世到来，享用你的心。你思念，你怨叹，你艰苦，破碎的心肝伊拢了解。上帝听惜你，不免惊，莫停止，你的祈祷伊在听，不望你一世人孤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路，带你走路，上帝在照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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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在路，带你走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咱。伊讲要互阮放心，要互咱毋免惊，咱就要互伊来引带。咱是源头看，伊是咱永远的靠岸。咱是源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雨遮呢大，雨是遮会停线，想要赶紧来cứu我，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讲心互伊来牵拽，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歌，毋敢放我这孤单。去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
我，一心永远的渴望。主耶稣，你呼召阮，你来就是要互阮伫劳苦重担中间来得到安息。主，你呼召阮来到你遮，你也应允你要陪伴阮行，无论是人生的道路，也是永远的道路。每一遍的礼拜，求你透过你的话，透过诗歌，透过祈祷，互阮伫会中甲你相拄，拄着你的恩典，拄着你的陪伴，拄着你的安慰，拄着你的医治，也帮助阮会当亲像落心无溪水，较无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阮黑暗中的光，是阮伫患难中的快乐甲帮助。求你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当新的吟诗和上帝，圣诗138首，圣诗138首，耶稣原本是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早起阮要用好多称赞的声来到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笑念主耶稣灵光君王，也如今进入耶路撒冷。耶稣，你原本是上帝，你甘愿为阮牺牲来到世间，受悲受鞭拍，牺牲受难，就定伊是价典。你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成做阮世间人的救赎。我要搁一摆来感谢无落你。现在起，我要伫遮来举行千名追思的礼拜，来孝念阮已经过往的亲人。我要伫遮感谢你，因为你有引带阮的时代人，搁时常保守看顾阮历代的祖先，互阮一代过一代，拢伫你的保守下面平安健过。阮的亲人为着要追求永远丰盛的活命，伫世间为阮留落好的脚迹。阮恳求你帮助阮时常孝念因一切好所行，学习因的好关系，无袂记得你对阮所享受一切恩惠。也求你，互阮努力来二摆你的听，来继续因完成要未完成的事业。我要为着今早起本主日，阮有要举行两集会，由亲子的活动。由协会的理感事会以及医疗关怀的事工，就是你的帮助，互阮所做遮个事工，伫你的掌管下面会当顺时来进行。我
我要特别为着当时基督教关怀协会的事工来祈祷。嘛，因为闽城病院这个事工会当重新来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所停止的事工，会当比较顺时来进行，所有的同工也求主的保守来看顾。伫要进入受难所的时，阮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愿意放下家己，互你来带领阮，也搁一摆恳求你，互阮会通甲你有搁较亲密的关系，来体验受难，甲搁活的真实，搁反省阮家己的性命。也叫你互阮会通搁较明白你对阮的旨意，互阮一生会通跟对你，活伫你奇妙的计划中间，也参与伫你伟大的心意。我伫你的面前甘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是对诗篇24篇过来经文第9，第9、第上的万意拢上主。以后对坑里大海的电力。这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先起心顺结。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祈求上主。马虎的上帝面前来中意。城门着拍开。第声。荣耀的君王。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是用各样的上主。第声，伊是变成上主。城门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这是咱要请乌达拉团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是祝福甲尊敬。
首歌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记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好啊，本的圣经伫149面，第一和二本的圣经伫123面。咱共用来领受。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3节，恁的心无伫八百，恁着信上帝，也着信我。而我的爸会加有侪侪厝体，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若去甲恁备办所在，就要搁来接纳恁，为着我，互我所伫地恁也。第3月22日，咱知影有2只F1伫训练的时阵，爱对台东的这项基地起飞了无偌久。这2只飞机好亲像小 A 小龙吼，这2只飞机后来拢6月拢伫遮来对飞，所以其中有一个罗中尉罗尚华吼，伊咧跳机的时阵，咱知影政府编这钱，但是咧还袂换迄个飞机的弹射吼，咧弹射的即个椅吼，去弄着迄个顶面迄个挂，所以后来因为出货伫遐来丧失伊的性命。即个罗中尉后来有找到伊的遗体吼，另外迄个姓潘吼的即个上尉甲单昨个新闻讲甲单也阁找无伊的遗体吼，所以咱看讲人的性命实在是无定着，伫咧中间，即个罗中尉的亲人伊的老爸就请师公。到伫迄个中山渔港，即个媒体拢若像咧护神安尼吼，所以无要受搅扰，所以对于迄个屏东县迄个中山渔港，甲徙去伫迄个旭海即个所在，伫遐来做引魂的动作啦吼。我看地图，估计不只有一块吼，安尼毋知有效无啦吼，是种透过。这个引魂的动作，毋茫会通为着过往的亲人会通做啥物？这嘛是华人常常用真侪这个宗教的礼典仪式，伫遐来为着过往的亲人，毋茫通为伊备办头前的道路。但是咱毋知影真正伊会通安歇袂？伊老爸讲囝转来啊，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互人心真酸啊！咱今仔看见即段圣经嘛，咧讲起中秋主日，就是主耶稣伊要去死，要行即个死命的道路。中秋主日是耶稣来徛即个驴仔，即是耶路撒冷。如果恁有去以色列，大概即段路都有会带咱行。当时耶稣骑驴仔，好亲像君王共款，要进到伫耶路撒冷，边仔人就摕棕树枝伫遐喊话啥，像拄仔咱咧唱的诗歌安尼吼，何山啊何山啊，何山啊何山啊，王子名来应该是受称颂的。何山啊何山啊吼，因伫咧画何山啊，咧学落厝的时阵，你知影过无偌久，过几工，逐个咧画啥物？定义伫十字架。等于伫十字架，耶稣知影伊要行的道路。如果你若知影讲，你的死期要临近的时阵，你会安怎？伫即个受难周的开始，耶稣来为着咱付出代价，互咱毋免搁再用这个精神、猪公伫遮来祭祀，毋免亲像以色列百姓用羊羔伫遮来祭祀，因为伊已经代替咱来付上代价，所以。洗礼约翰咧甲伊下生讲，看到耶稣讲看，上帝羊羔要除去咱世间人的罪。
咱今仔日透过即个对此少年，我毋知咱中间已经有去扫墓的兄弟无？有无？有啦吼。哦，这位亲人伫遐来烧酒，伫遐来对此少年。咱嘛有当工，因为厝诶人毋是信主诶，哦，昨伫拜六诶讲道，我问讲啊，恁在场有人有去扫墓无？是大人无信主，伊就爱陪伴因，然后伫迄个法会中间，我讲啊你安怎？啊我着看我影片哦。所以伫迄个中间有无共的信仰，就无共的做法。今仔咱用基督宗教的仪式，伫遮来追思少年，甲一般的祭祀祭拜有啥物款的无相款？其实伫农业社会，真伫意伫遮的敬天也是祭祖，所以伫清明、伫过年、伫清明、伫五日节、伫中秋等等遮的大节日。厝诶人就会伫遮来祭祀、来孝念亲人。一般诶信仰就是用祭拜吼，去拜拜来祭祀。不过我咧想讲，今仔日咱伫外口有搭迄个禁遮诶祈祷诶表吼，遮诶亲人一年敢若食即几遍，其他诶拢爱禁食，拢爱禁食安尼吼，所以毋知会当饱袂。其实伫即个祭祀诶中间。勇敢的人就烦恼讲，有好好伫遮来照顾遮个过往的亲人，所以有真侪遮个祭祀的仪式就伫遮来发展出来吼。所以有一个真澎湃，话就是安怎，即马罐头、泡面，你家己开，你家己泡吼。所以伫遮咱爱思考，到底人所为着亲人所做的，是毋是会通伫遮来领受？往往伫过往的亲人中间，咱会透过遮个引魂，然后甲伊引入伫即个神主牌仔内底。这嘛是要信主的人真恶得放下的一个即个神主牌仔。伫迄个伫斟酌、伫调度的过程中间，你要安怎有好选择？我去查即个神主牌仔的故事的由来吼，大概伫。古早话讲写伫东汉东汉的时阵，有一个叫做李丁兰这李丁兰伊脾气足歹，对伊的老母嘛无好，常常甲伊的老母歹声扫，话起话倒。伊去做事的时阵，这个田园离厝较远啊，中昼若要转来食饭较无简单，所以就爱叫伊老母讲，你爱送便当来。伊老母若骹手较慢的就安怎甘骂，所以对伊老母真无好，话起话倒安尼。有一天伊搁照安尼去田里要做事的时阵，伊经过一个所在，有一群羊伫遐咧食草，然后又看见一个细只羊仔囝伫遐跪咧咧数咧。所以伊就问这顾养的这老大人这真奇怪老大人就甲讲其实咱世间上伟大的亲情就是老母的疼。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怀胎，然后生落来爱搁甲养饲你啊看这只羊仔囝伊自细只就会感恩所以跪咧伫遐食咧。咱人搁较尊贵，人若无友好，若无疼爸母，安尼就比情生搁较不如。哇！即个话就点醒伊讲，哇！我过去对我的老母遐尼歹，讲到遮，咱想看觅过去，敢知老母伫的时，咱是毋对歹声扫？我讲有当时即摆的囡仔对老母的态度哪像感觉应该所以囡仔若对老母无尊重的时阵，咱是毋是出面伫遐甲念甲教？即个丁兰李丁兰伊就因为即款的一个情景，所以互伊感觉讲安尼我实在是不好，我对我老母较友好安尼然后即天老母要送便当来，
佫较慢去，哦，所以老母就真担心去，佫要去互念佫要互命安尼，所以赶紧走，赶紧走吼。即个丁兰就讲，安尼莫互老母真辛苦啊，对田的中午就行到路啊，遐伫遐半走要等伊的老母吼。迄老母看伊安尼雄雄安冲来，毋知是要甲推还是安怎吼，伊嘛是赶讲吼紧走，结果走者怎摔过迄个溪啊。迄带老的溪啊，将伊的老母甲捞走，所以看到伊老母摔过溪啊，伊就赶紧跳落要甲救，结果救无着吼，无法度看到伊的老母的身尸。后来看到一块插头铺盖吼，伫遐伊甲捡来，摕转去厝，伫遐刻伊的老母的名，然后伫遐来祭拜。这就是神主牌一个传说，一个故事。如果若是安尼，咱即马人伫民间的信仰中间有真侪，一定要透过过往亲人将阴魂，然后同住伫即个神主牌内底，这是华人的世界吼，死人甲活人同住的一个真特殊的状况。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如果若是安尼，是毋是透过丁兰，伊是咧追思孝念，总是咱家己当作是过往的亲人住伫遐，然后常常伫遐做祭祀祭拜的动作，伊敢有领受着吧？我常常甲遮无道的朋友讲，伊若会出来遮，你嘛会惊死啊，对无？敢毋是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今仔透过咱的信仰，透过即段的经文，咱思考咱的亲人过往的过程中间，咱要安怎用即个信仰来看待，也看待咱的未来。特别常常咧面对遮个囝儿孙后代，即马愈来少年愈无爱甲你拜啊，要安怎？即马佫用线上，以前的关系，佫用线上，要安怎伫遮甲遮个过往亲人有好的连接？今仔日咱透过慎终追远，心中追远要追完。我阿公伫我的老爸6、7岁时阵，伊就去南洋做渔夫。阮出世的时阵，根本都无看见我阿公。毋捌伊是要安怎拜啊？细汉的时拜拜，毋捌是要安怎拜，要安怎孝念，连一个形影都无。今仔日咱透过即段圣经，要互咱知影讲耶稣甲门学生的对话。伊嘛咧引带咱来看见咱的未来，咱是毋将对远要对远，3代4代毋捌，你嘛毋知要安怎甲拜，毋知要安怎甲孝念，因为你根本就毋捌。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引带咱倒转去到伫即个信仰内面生命的源头，互咱要安怎伫遐入办。特别未来的路，咱毋知影明仔载要安怎改变，毋知。耶稣互遮个学生，互因有一个毋茫的未来。今日透过即段圣经，互咱知影讲，咱伫生活中间有迄个困境，咱若连接了毋对的，咱所拜根本就毋是咱的祖先啦，是迄个黑暗的关系伫遐来搅扰咱，也是讲，互咱知影讲我无甲拜袂使安尼，出伫迄个款的镜尔。今仔日咱所看即段圣经是甲前1章13章后壁遐有2个真要紧的连接。头一个就是甲彼得连接，彼得问耶稣讲先生你要去啥物所在？耶稣因表明讲伊要死嘛，然后伊要去一个所在。彼得就问讲我会当去袂？耶稣讲即摆也袂使，以后你会。彼得讲我愿意为着你伫遮来陪命。耶稣讲：“你要加持进前3遍认我。”然后去以色列伫迄个知名教堂，迄个加持的教堂，伫遐有真侪遮个像遐雕像，伫遐你看讲，迄个查某囝伫遐问彼得的时，彼得讲：“我甲伊无关系，我毋是甲伊共党的，1遍、2遍、3遍。”大地主信心安尼，其他10位咧，这是。后来要带出第2点的连接，就是遮学生心内底忧闷烦恼，
耶稣爱佫开时间，甲遮个对伊3年半左右的遮个学生，甲因解说讲，我是要去避难所在，然后后来佫有迄款的应允。总是当时因无明白耶稣伊的所做，甲伊的心意，甲伊的身份。3年偌久，毋值得一个互人掠去的时阵，走甲无看人。等于上12课的时阵，遮个学生走去啥物所在？当伊过我的时阵，因拢乖乖伫迄个厝内伫遐行遐，主耶稣伫遐用超自然的方式入去的时阵，甲讲愿恁安怎平安。面对死无，咱的心是感觉真艰苦。所以当咱的亲人会离别，迄款的心烦意乱，应该是耶稣爱艰苦啊，对无？咱做伙来读来。耶稣讲安尼，心内大悲白，就干净讲，我时甲你讲，恁中间一人要卖。有亲近伊的学生要卖伊，伊要行死的道路，应该是伊爱忧伤烦恼啊。啊，哪会是遮个学生？应该是遮个学生爱安慰耶稣讲啊。不要紧啦，安怎吼？咱若对遮个要过往的人，咱拢会甲安慰啊，去上帝遐安怎不止较好啦。啊，咱若毋捌试过，咱哪会知？是毋是？除非你经历过。不过咱常常对圣经内底所看，然后直接来安慰。有当时咱无明白遮个当事者因心境。当伊失去伊老爸、伊老母的时，如果你的父母若健在，你检查你无法度去体会。但是如果像无说父母无伫，我就会通感受着讲，伊失去好老爸，失去迄个老母迄款的忧伤的心情。兄弟姊妹，当咱咧追思少年时，上帝就将咱甲遮个过往亲人一部分的记忆。连接到伫伊要去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咱看去，遮个学生到底咧烦恼咧忧愁啥物？过去互因伫迄个无平安的中间，风影真大，强要无命的时候，主啊，你无顾阮嘛？耶稣命令遮个风甲海点睛，伫因枵饿的时阵，无物件通食的时阵。耶稣用5块饼2尾鱼，伫遮来邀请，互5000人得着饱。另外一个生了4000人得着饱。耶稣伫古这边，甲这个妇人人伫遮来讲起迄个活命的水，遮拢互因看在眼内，总是即时即个瓦课，即个会通听因的心情，伫遮来讨的即位主，即位老师。讲伊要去死，我安尼，阮一个要坐正面，一个要坐倒面，我无法度坐啊。对未来就无迄款的一个望。这是人咧离别的时阵，对未来就有迄款的惊吓，迄款的不安。有当时咱嘛亲像遮个学生相款，面对亲人的离开，检查伊是你的生命瓦靠，你是你经济的支持者，你是你真疼。疼你会就为中者，你的心就亲像安尼伫遮心烦意乱。咱毋捌试过，毋捌行过，咱毋知影讲迄条路是安怎。每一遍若看到遮个灾难来的时阵，咱就看见有遮个家属，因就摕遐个就西讲道书，然后摕迄个招魂的即个竹绑伊的衫，然后讲转来咯。想要用透过遮个仪式吼，要伫遮来招魂，然后伫遮来透过丧葬的仪式，帮助伊会通到伫极乐的世界，也是一个安息的所在。这是一般人愿意付上代价开会钱，总是咱难免伫遮来面对咱的人生。我知伫咱在座嘛有一寡遮个无信的亲友。咱做伙来追思少年烈士大人，
过去检察咱有用无共的方式，伫遮来笑念，伫遮来推出，也是甚至用即个祭拜、祭祀，到底这会当帮助咱的亲人会通伫遮来得到安息啊未？也是咱的心亲像多马共款，虽然人看去有遮个见证者，甲伊讲，阮已经看到老师伊告我，多马讲啥？我若无亲目看、亲手摸，通入伊协议迄个上文，我绝对无要相信。过了8天，耶稣出现，共阮用即款超自然的方式，然后互多马面对面伫遐看去，伊伫伊的信心内底无够野，总是也咧提醒咱，今仔日咱是有福气哦，对无？耶稣讲一句话哦，迄个无看去就信的。是安怎？大福气对无？甲你的边仔讲，你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你无看去耶稣的告我，但是咱透过遮个见证者因的目睭，因所讲的，今仔咱相信耶稣有告我。但是多马迄个时阵，伊甲耶稣3年半。伊听记者好亲像咱咧听人的见证共款，哦，我安怎经历耶稣，经历过我的主伫我的中间，但是伊共款无相信，甚至耶稣伫迄个山顶吼，伫迄个山顶召入因的时阵，要上天进前，圣经嘛甲咱讲，还阁有人无相信，无相信伊目睭所看到。有当时咱就像安尼，对未来咱毋知。迄条路要怎行？多马讲，我都毋知影目的地，我哪会知影迄条路？面对咱的跋倒软弱的时阵，面对彼得伊软弱的时阵，耶稣搁一遍伫遮提醒、安慰因：恁的心无伫白目，恁信上帝嘛，着爱信我呢。伫我老爸家有做遮个厝体。耶稣伫遮讲，恁着信我。当恁活倒转伫遮来信靠我的时阵，将来你也要群对我。所以当伊伫加利利山，伫迄个中间来想述因大使命的时阵哦，伊甲因应允讲，恁若要有圣神甲恁同在的时阵，恁得到圣神的规来，恁就要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着我来做见证。五旬节时阵，咱有看去，遮信徒、遮门徒因受圣神的充满，较早走甲无看人，即马敢公然伫公会，伫遮个宗教领袖顶面头前，伫遮来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人来讲，告我的主的福音。耶稣提醒咱，检测有当时咱亲像彼得相款。伫细项的代志，毋认耶稣。检查伫咱出外食饭的时阵，伫餐馆食饭的时阵，伫你甲同事食饭的时阵，只有你基督徒要开动的时阵，你会祈祷袂？会袂？啊，舌头压落压袂？伊惊人看，做兵嘛惊人创治，久咧祈祷起来鸡腿无味。有人安尼用创治话，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检测一个小动作，检测好亲像咱毋认主相款。一般人咧想法，我的人为着死的人，为着过往的人来避办嘛，对无？这三房两厅，搁挂查某囝，搁挂司机，25000。啊，俗的就无去，是家属亲人会当用着袂？过去的传统思想，如果你若对传统的即个圣经内底，你就会看见，常常会做即款的事，是活人为着过往的亲人伫遐来陪伴。但是遮无相款，遮耶稣讲，咱知影伊要去死亡。然后伊要离开的人，伊讲我去为着恁陪伴所在。你甲咱所想的
思想无相款啊，是活人为着死人来陪伴，互伊到另外一个世界会通有真好的这个安息的所在。但是耶稣竟然甲我讲，我去要为着恁陪伴所在，伫我老爸家有做这个厝体。若是无，我早就甲因讲，我要陪伴恁，因为我陪伴好势时，我就要搁陪伴恁，我要倒转来。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面对这死亡的时阵，咱甲咱的亲人有这个连结，总是耶稣互咱这个应允。当咱每一遍咱伫参加个别礼拜的时阵，咱咧看这亲人过往的这点点滴滴，其实咱的思想就甲因有一个连结，甚至伊的信仰真好，咱就甲伊的信仰连结到伫天顶，到伫伊所信的耶稣，到伫伊所心所存的愿望。相信伫天顶有一个永远徛起的所在，所以毋免搁再互囝儿孙仔伫遮来烦恼，伫遮来无用。因我的路，我陪伴你行，这是耶稣对信靠的人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咱毋免借着西公伫咧引带，因为伊无试过，伊嘛毋知。有一遍。我过去的会友，伊意外死伫人的工厂，啉伤济，互伊倒伫即个车的中互伊困，结果吐怎见死。甲我同年3个友呢，迄个工厂的主人无信啊，爱通请恁的牧师来引魂啊袂？我想着我要哪会应允啦？不过我嘛是穿大礼服去吼，伫遐做一个礼拜，为伊来祝福。兄弟姊妹，咱看哦，无人会通应允，只有耶稣。所以耶稣伫遮，伊清楚人的需要。伊甲人讲：我去要甲恁陪伴所在，毋是干那停伫遮。我要搁倒转来，当恁的生命到一个坎站、一个结束的时阵，我要搁倒转来。我要伫遮来引带恁，引带恁去到伫我为恁陪伴，毋是你为我陪伴。迄个天理徛起的组架，咱做下读来，若去甲恁陪伴所在，就要搁来接纳恁归伫我，互我所伫地恁。哇！这是耶稣互咱的应允呢。咱透过即款的连结，透过追思礼拜，其实搁一遍互咱想起咱生命的源头，也互咱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追思少年，毋是用祭拜，因为咱的灵魂毋免人为着咱做啥，是耶稣已经有咱陪伴好势。所以耶稣讲，伊是路，是真理。是迄个活命，是想事永活的，无人会通透过别种的方式就近即个所在，只有伊。这是耶稣提醒咱，伊要成做咱永远的靠岸，伊成做咱生命一个源头。所以咱咧逐讲，心将对啥？对到即个源头，就是安尼。咱毋是干那少年，咱的爸母，咱的亲人，咱应该少年。哇，原来这守住活命的源头是咱的主，是咱的上帝。那安尼，咱每一遍伫遮咧学乐敬拜，你会搁较安怎？你会搁较伫遐起调。然后有一天，你会选择耶稣，你陪伴我行，陪伴我行这天路的历程，直到启示录所讲的迄个黄金城，迄个荣耀灿烂的所在。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永远的靠岸，咱要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伊安尼疼咱，咱毋免搁再用真侪这祭祀无彩工，咱用信心来倚靠。当咱到生命的尾站的时阵，耶稣讲：我要陪你行，我要倒转来带恁转去天的祖家。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的主的恩典。
耶稣伫呼召咱，恁的心无伫白白，恁信上帝嘛，就信我。我去是为恁备办，备办天顶的祖家，互囡仔信靠我的人，有一天我要来带恁来接纳恁。主啊，你有阮备办的是透到永远，你互阮未来的道路毋免烦恼。你伫阮劳苦重担的时阵，你为着阮来付上代价，也安慰阮的心。帮助阮伫失落的时，互阮看见，迄毋是永远的失落，是有一个最后的徛家，有一个永远安息的所在。互阮知影你是阮生命的源头，阮时时甲主你来连结，阮就袂受到即个世上的劳苦重担影响阮的思想、感情甲意志。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每一遍的学乐感谢你有感纳，阮每一遍的祈求你来应允。愿主你来帮助阮。阮搁一遍思想，阮过往亲人伫少年的时，你是活人甲死人的主，阮将因交伫主你的手中，互阮的心会通得到安慰，安慰阮迄个忧伤的心，启示阮用信心的目睭看见你所为着阮备办未来的路，祈祷恳求。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傅丽华姊妹来代表献花。再来起立。咱由原徛伫咱三个来领导为师。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应允阮永远的主上帝。你知影阮伫世上劳苦重担，短暂的生命，有当时阮无主的时，阮忙忙渺渺。是因为你的恩典来到世间，为着阮伫是未价顶来陪命，上帝杨过除去阮世间人的罪，互阮成做上帝的宝贝囝、宝贝查某囝。你阁应允阮，永远徛起天里的祖家，以及你要阁再来引带阮行这条永远的天路，阮献上感谢，检查阮的心，犹原伫迄个失去亲人中间的哀伤，由你伫遮来安慰。也因为你的应允，互阮会通对忧伤会通变成做毋茫甲喜乐，因为伫上帝遐不止较好。阮伫遮少年，求你来安慰。求你来祝福，阮伫活的时，阮犹原会通聊聊即个福分。
继续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我来同心祈祷，靠耶稣叫圣名。真济。你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对甘心乐意。但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啊，天父里，最荣耀的心，是天父主，归愿可悲白的故，爱修爱的为了我赎罪罪孽，我想想的行善，我的心啊，我的眼，我的主，我的听阮的迄位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你为着阮，被钉十字架，来洗净阮，来代替阮受罪。主啊，阮也感谢你，你也互阮知，阮的生命的源头，互阮会感谢你。主，阮答要献上阮的时间、财力甲金钱，为主你所用，求主你感纳，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谢谢，你是要啥有我出来报告？报过大圣，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来敬拜杨姐吼，李金孝姊妹来伫倒位？请徛来，阮来欢迎吼。上帝祝你吼，请坐吼，请坐。其他毋知阁有电牧师的遮个兄弟啊吼，伫咱中间啦吼，嘛欢迎者吼，做伙来归主吼。其他阁有无？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日是章受主义受难节的开始吼，为着纪念耶稣的受难，咱尽量避免遮个宴乐的活动，用感恩心做来领受吼。咱也有准备遮个耶稣即受难中间最后7日的事业的相关的经文，咱会通家己伫遮来做灵修。头前的用一个圆盘吼，毋免搁伫遮插每一个吼，你亲人的相片头前吼。因为安尼拢会前置做伙，所以咱对旧年疫情的关系，咱会改变安尼。所以念念请咱排队的时阵客一个鞠躬，然后将花放伫迄个盘吼，你会当看者安尼吼。这是念的咱的队书的一个听书。咱下昼有中心会请咱的同工伫1点伫曙光营教室准时来参加。无法度参加，牧师伫遮来请假。咱伫5月初2，若要举行
咱的第三处的圣礼典。如果若要报名洗礼的请伫4月18日进前，牧师也是因干事曼双伫遮来报名。4月7、17，咱也有举行这属灵家长的训练吼，这是有2天的时间。如果咱也未参加，我鼓励咱甲小组长讲，小组长来推荐来参加这属灵家长的装备训练。咱医疗关怀已经伫遮来完成了，有看见因倒转来吼，伫遮诚做社区的祝福。咱伫外口有即个敬者祈祷的表吼，伫即段受难周的中间，你会通伫遮来听，第一为着咱台湾欠水来祈祷，第二为着你所设定的遮个福音朋友，未信主的亲友。伫遮为因伫遮来祈祷，咱会通伫遮你会通选择这3顿的中间内底无有宵夜所以咱早起中昼甲暗顿安尼咱的合作社也有要征求一个社务的助理请咱家己若有意愿的，会通伫遮来接这个社长，即摆社长来徛起来，阮看一下新的社长是简中义长老这名单请咱家己看有这个同工请咱家己来看后礼拜，后礼拜伫古林社区有平安杯行动教会这由8地教会做舞会安尼啦，已经有大概有几十人伫遐要来设立咱为着因伫遮来祈祷祝福。4月7日咱有配合国定假日全日同工有休困，咱也祝福咱的洪先长老大汉公主永仁文姐因夫妇伫3月18得到一个查甫婴咱感谢主愿主来祝福，这细囝会通平安大汉。元龙节也伫2月7、3，蒙主文调安息主怀乡里90岁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完成这个个别礼拜的停事愿主来安慰这个家属。咱伫青年牧区有一个敬拜研讨会然后最后咱来看好无佫有咱下昼嘛有这个洪桃梅老师伊来带这个亲子活动的透过活动伫遮来帮助这细囝伫成长中间有真好的这个同学啦过来有这个4月7日后礼拜儿童牧区嘛有这个小魔术大改变这个一个聚会咱会通带咱的孙细囝伫遮来参加，咱做来看这段影片有一点点长啦咱看者这是咱另外你也听讲，迄会长拢听无啦你若感觉你听无，你就来参加这敬拜演习会。来啊！慢的，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咚。还有一颗，还有一颗。这是咧学节奏啦讲咱要安怎伫遮来学乐唱歌青年嘛真用心拍遮个影片声音可以大声。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
等一下，不对，你刚刚那个错了。他那个等我一下，我暂停一下。那个啊，他是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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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囝在教老母的。在温暖的阳光。不对，还是不对，再一次，我再来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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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其实还不太对啊，而且这首歌有 swing 啊，你这唱的感觉都没有那个 swing 出来啊。啊，swing 我就不会啊。swing 就，我跟你讲 swing 就是，我跟你讲拍子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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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算了，好，先这样。等一下，你再教一次啦。没关系啦，那个反正那个。这个要现诗的，一定要学会啦，拜托再一次就好。没关系啊，那个反正会众也听不太懂。先这样。这甲咱会众嘅，所以咱若吼，敢听无啥话，通来参加，这计划免收我跟你讲一下，你刚刚那个第二个和弦呢？第二个和弦应该有喜瑞发拉吧？喜瑞发拉。没有 F 没有升啦 ，F 没有升，还原 F。这样子啊？对啊，然后我看一下哦，你刚刚正在试的那个和弦，我是觉得啦，他 YouTube 虽然也好像弹的跟谱上面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弹这样比较好听吧，就弹一个。这什么鬼？我也不知道。对啊，然后最后面呢，最后面收尾那个和弦呢，应该再加一个，加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啦。加。对啊。好。等下这什么啦？你再讲一遍呐。这是什么？要这样哦，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和弦的东西我也没有很懂啊，所以你就那个还是去问黄君毅好了。黄君毅在哪？黄君毅。麻啦，他那个钢琴那个和弦有一些问题啊，你看，赶快去教他一下，反正你很闲啊。什么我很闲？我现在在烤红豆年糕这次怎么都没有碰啊？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教我？我看一下，今天这样嘛，然后没空。不然就这天啦，这天10月10号。怎么那么久啊？你说就是要讲4月10号了。不要好。先讲什么？听不懂。4月7站哦。年糕真好吃。早起9点半吼，到11点半。如果你若对这敬拜有兴趣吼，兄弟吼，莫用讲你听无，你若感觉你有小可听无，来参加就对安尼吼。好。来，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谈2遍，做伙来。若去甲恁未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我，互我所伫地，恁也遐。约翰福音14章第31遍。若去甲恁未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我，互我所伫地，恁也遐。约翰福音14章第3节。福音上言386首，因是刷咱要请老师来教导，来起立来念全首。你的万万万国万民，天来兄弟未惊先知。俄罗斯为的兄弟，尊名流传。
同心祈祷来领受上帝所，愿你大家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的亚坎，会通得到永远的救恩。愿天的上帝用永无改变的慈爱，亲像盾牌四面来固守恁，然后圣神的安慰，迄个失去亲人哀伤的心情，会通得到扶持，得到安慰。愿上帝来赐恁大家，特别中间若还未信主的，上帝救恩犹原甲恁三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咱吼也来下花一个菊菊，然后甲迄个花吼放伫迄个盘吼。第四长老会放个音乐。好，咱来甲迄个花吼。